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9篇，弥迦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搁再惊吓。咱大家拢知影，中共武汉的肺炎这个疫情，现准时伫全世界会通讲是失去控制吼。只有真少数的国家，当然包括台湾，有法度来控制，也是讲避免这个疫情的爆发。虽然伫台湾的境内无有啥物款的本土病例这个已经超过227天。国内的人民会通行动自由，这个集会自由，会当四界去自由行踏旅行。为什么安尼？就是因为这个边境的这个防疫的成果也有出来，所以真侪这个染病的人，拢伫这个强制的隔离的这中间被检验出来。目前台湾所有的这个639例的这个确定的确诊的人数，大多数绝大多数拢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虽然安尼，咱的卫福部的部长还阁是提醒咱的国民爱注意自我的防疫，但是毋免来惊吓。全世界的疫情即种的情形看起来，好若亲像伫启示录所记载末世的境况，混乱、混沌、惊吓，甚至有真侪政府也好，也是讲真侪人来表达出即种无助的形态。亲像伫台湾即种防疫的成果较好的国家，就好若亲像伫弥迦书第4章所记载的，咱是伫迄个上帝迄个泡汤园内底，伫迄个无花果丛的下面享受太平。因为上帝的泡汤园中间无有人会当互因来惊吓。对外的防疫来讲，就是讲对国家啦咱来用安尼来对比讲信仰来讲，就是讲咱讲上帝真做咱的盾牌，咱的保护，为着咱来征战。泡汤园中间的人只要尽力来配合就好势就会通享受平安快乐的日子伫即个园内。咱无搁再惊吓，是上帝互咱所遮个相信的人的应允甲保证。伊要为着咱的征战保护咱。好若亲像伫咱11月28号的分享的中间讲到，即个主题是讲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泡汤园。上帝将即个敌人，咱将敌人交互上帝啦即个应该是上有智慧的做法啦，的选择圣经讲来咱上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的上帝的殿，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咱也要行伊的道路，因为律法对伫色安出。耶和华的话要对耶路撒冷传播，伊要伫济国的百姓的中间行审判，为着济远远强猛的国来解决。伊要将因的刀拍做犁头，将因的枪拍做镰仔。即个国无用刀来攻击迄国，因搁学习交战无搁学习人人拢要坐伫伊家己的泡汤骹，
甲伊家己会无法过受下骹，无人互伊惊。因为这是万军的耶和华亲嘴所讲的，这是上帝的应允啦吼。我毋知咱有感觉今仔日即个经文足成咧形容咱现代咧面对即个疫情的迄个情形共款。咱爱互上帝亲自为咱来征战，将咱的敌人挡伫咧外面。那咱讲现代即个成功的即个防疫的做法嘛是共款，需要甲即个疫情爆发的人，还是国家遮个病情，拢挡伫咧外面，安尼泡汤园内面的人，就无搁再惊吓，只有平安。要享受无搁再惊吓的平安，首先咱着爱亲像经文所讲的，要驾驶咱应该行的道路，就是讲爱遵守迄个律法啦，诫命前无偌久伫台湾有一个真好个，阁有即个私立学校的创办者伊想讲家己真巧将伊的手机放伫咧厝内，人出去咧偌踅安尼搁去参加会议等等遮个代志，甲人有一个真近距离的接触，后来就被人来举报来处罚。因为伊不但将国人放伫迄个危险的境界，嘛将别人的安全放伫安尼无要紧的地位。虽然即届的事件无造成即个防疫的即个问题，但是也为了台湾带来一届的惊吓因为伊安尼做已经造成侪人的恐慌。那亲像咱伫12月初1，就明仔载开始有规定要坐飞机的人，着爱伫3天内做 PCR 的 negative 的证明，然后才会当坐飞机转去伫台湾。即个意思共款，咱要将迄个危险挡伫咧外口，将危机挡伫咧境外。境内咱讲的泡汤园呢，遮个人才会通得到享受平安，无搁再惊吓的日子。当然，总是爱需要大家去遵守迄个规定。幕后的灾难到底是啥物货？咱无人知。但是目前世界的情形现状，好那真亲像启示录所咧记载即个幕后的情形。也通互现代基督徒正着安尼来体会上帝予咱的启示应允，咱遵行伊的诫命，倚靠上帝。即种的人就要得到上帝甲咱放伫迄个关台顶悬，互咱会通脱离一切向恶的攻击，无互咱进入伫迄个试探，无搁再互咱会惊吓。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9篇、弥迦书第4章1到5节、启示录15章1到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恐惧。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的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失控的状况。我们所居住的隔壁洛杉矶县，在感恩节的时候是有史以来最多确诊的一天，5000多个人，有30几个人当天死亡整个国际的疫情来讲，只有少数的国家，当然包括台湾的防疫堪称是非常安全的。虽然在台湾的境内没有本土的病例，已经超过227天的这个长度，国内的人民行动自由、集会自由，而且可以到处闲晃、自由旅行，甚至有人还说
拿着皮箱到机场说是伪出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有做到一个国家的这个防疫的官员有做到这个边境的围堵，这种防疫的成效非常好。那么许多染病的人啊，都是在这个强制居离的这个期间被检疫出来的。目前总共有639例，有绝大多数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虽然如此，卫福部的部长还是提醒国民要注意自我的防范，但不需要恐惧。根据这样的防疫，牧师觉得很像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全世界的疫情如同启示录所记载这种末世的景象，混乱而混沌，惊恐而无助。但如同台湾这样的防疫成效很好的国家，很像弥迦书第4章的记载，我们在上帝的葡萄园里，在园里的无花果树下，享受着太平。因为在上帝的葡萄园里，没有人能够使在园里的那些人感到恐惧。而对外的防疫呢，就是由像说国家的这个这个卫福部啊，那在信仰上我们说有上帝成为我们的盾牌为我们征战。在葡萄园中的人只要尽力的配合就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享受平安快乐的日子，不再恐惧，正是上帝给所有相信的人的应许跟保证。他要为我们征战，要保护我们，如同我们之前在11月28号的每日读经当中分享的主题一样，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就今天的经文说是葡萄园。我们能够或是说愿意配合，然后将敌人交给上帝，这是最睿智的一个选择了。圣经说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行走。上主的教诲是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他的信息从西安传播，他要解决民族间的纠纷，排解列强的争端。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把这个枪矛打成镰刀，国际间不再有征战，也不再整军备战，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园当中，在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没有人会使他们恐惧。上主万军耶和华的统帅这样子应许了。上帝必要为我们而征战。我们刚刚说的，上帝是我们的盾牌将敌人挡在外面如同现在这个防疫成功的这些国家一样，他们作为一样，就将这些疫情离病的情形都挡在外头这样可以使葡萄园里面的人不再恐惧，只有平安。那要享受不再恐惧的平安，首先是要有非常强的意愿，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今天的经文开始讲的，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之前不久，台湾有一位富有的私立学校的创办者他回到台湾之后，照讲要这个居家隔离14天，他自以为聪明，把手机留在家里，然后到处闲晃，还去主持会议，跟人有非常近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后来被处罚了，因为他不但是为了他个人，也为其他的人带来危害危险。虽然当时候这个事件没有带来防疫的破口，
但是却带来一阵的恐慌。如同12月1号开始，卫福部规定，所有要搭机回台湾的旅客，无论是外国籍还是台湾国籍的，都必须减负3天内 PCR 检测阴性的报告，才能搭上飞机。这个目的就是要将这个危险、危机病情这个疫情挡在境外，让这个境内圣经说的葡萄园里的人得以享受平安，不再恐惧的日子。末后的灾难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猜哈。那以目前世界的整个现状来看，似乎非常像启示录所描述的这种情景。我想这也是可以让现代的基督徒借这样的机会来反省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应许。那遵行诫命倚靠上帝的人，就必要被上帝放在那个高台上面。什么是高台？在旷野里面，如果夜晚要避开这个野兽的攻击呢，就是要在高的地方离开那个野兽可以达到的地方。这是诗篇在讲的上帝的保守。所以当上帝把我们放在高台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一切凶恶的攻击，也不让我们进入那一个试探。我们在他的葡萄园里就不再恐惧。